台南市政府伫疫情趋缓后，为加速咱市休闲农业成长，特别办理农情蜜意农游竞赛，邀请旅游业者透过实地搭线方式，成为东山后壁、下营、新化等4处休闲农业区，规划出在地特色农产以及农游的行销，以提升农业产值。那今天跟各位介绍我们非常好的农业休闲旅游区，包括下营、东山，有后壁啊，有这个七股，好，还有等等的，好，许许多多这些休闲旅游区，其实都可以一场农游去，啊，就是说，不管是在农业生产，或者是在农家风光，或者是农民的淳朴，其实都有让你这个惊艳的这个看点。因此呢，我想这些休闲农业区是台南最近力推的这个休闲的这个农游方向。那我想说，不管过去所提到的海线或者是山线，像左镇啦、像南溪啦，或是海线像七股啦，或是这个农村像那个后壁、东山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值得你来一来再来、一看再看的。台南有丰富的人文，也有丰富的自然，有富饶的物产，也有这个许多好吃的美食。这些我相信来台南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除了串联东山、后壁、下营、新化等休闲农业区的规划，后续也会进行产业辅导，最后再加上农业手册以及微电影，以达到强化农游行销效果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